過嚟我哋呢度韶關係一個比較短嘅一個路程，咁我哋過嚟都比較方便。但係我冇諗到，原來我哋廣東呢附近都有咁多有關中國文化歷史相關嘅記錄。咁我作為一個廣東人，我都覺得非常之自豪。嚟自香港3間中學嘅300幾名師生，近日去到韶關，展開韶關丹霞文化內地考察研學之旅。同學仔先到韶關鋼鐵廠，了解傳統工業點樣轉型升級，再到北伐戰爭紀念館、韶州虎鶴宮、百年東街同埋風采樓，親身感受嶺南嘅歷史文物。除此之外，研學團仲登上世界自然遺產丹霞山，喺博物館聽科普生態講座，同埋進行實地科考體驗。啱去到北伐館啦，其實我睇到好多佢有啲路線啦，其實我睇到係有我家鄉嗰邊嘅梅州嗰邊。我哋嚟呢度真係增長咗好多知識咯，即係可能本身係書面好平面咁樣，但係佢講出嚟，然之後我哋睇到一啲圖畫咧，其實會增長咗我哋好多知識咯。近年嚟，越嚟越多香港學校揀韶關作為研學地點，通過實地參觀、專題講座同埋互動體驗相結合嘅各類活動，香港青少年嘅國家認同感同歸屬感不斷增強。